榴蓮王嘅記錄學看下高熱，但是係見條南木臨實木足，亦係皮膚糊糊嘅熱。就算行到順康嘅中國傳塔，也依少看到黃種人。不過早啲1960年改變呢，榴蓮王全島民間消費使有高達70%係華人控制。從人做冷廚sống，有洋菜米啊，也有現在進步，傳管啊、跳舞台、照相館啊，什麼都有，也時候不同了。嗰種全部都做生意嘅哦，都是做生意。因為早期來到榴蓮王嘅行業，較好嘅地圖等時間開發，搶做得先做工來累積資本，過做細生意。照統計，嗰時行業要將近90%以上係做出貨嘅生意。這個南部嘅啊，兩手空空嘅啊，冇啲本錢嘅，冇啲，要騙人嘅擔綱，差唔多擔綱，去買到幾包米，安尼慢慢開始。因為嗰時代啊，童年啊，我唔怕，冇多知識，差我哋用啊，我哋嘢，咪係法國學堂嘅，就是中文，中部雙下部下用我哋，咪慢慢做就改掉冇。榴蓮王超過一半嘅鹽呢係種甘蔗，故所大部分嘅民生物資都係依市進口。早期榴蓮王人要動手來做貿易買賣，故所無論係糧食、五金、百貨也掉，都係華商為主。我都要。按度乜嘢咯？用嘅藥料啊，頭痛人嘅對話。藥係要呀，頭痛人要，普通嘅唔係話依嘅，你像阿司匹林啊就要啊。嗰時發現商品貿易批發。一旦是集中的榴蓮王首都聖丹尼斯，故所早期行業，但是集中的榴蓮王北部，一條發現較多嘅批發商店街，甚至被人做唐人街。呢個人啲 TV 店嘅啊，最開始就喺宜昌嘅開店啊。呢個 TV 呢，就什麼就是一個響亮嘅家人嘅一個中百公司，也係辦批發嘅。佢呢度隔壁咯，下一點啊就上後嘅。每個禮拜日啦，就叫做山東嘅小商家出嚟嘅補貨，補到嘅貨啊就佢嘅會送上茶送上本嘅咧。當天發現吃到行家沙皮嘅，係當用人情味嘅經營方式。也條分散啲導向各鄉鎮嘅洗擦貨店，做啲茶室，分當天見面先用民生嘅用品。唐年嗰時就反而窮人一個銀行，得唔可以做工啊，愛蔬果、米飯、甘蔗，每年一次，咁咪就普通小店咯，愛食愛用啊，食唔係話用啊食，當然你就。蔬果以後呢，就結咗。講起窮人嘅元學，可能有時嚟碰火。不過啲幾樣事，家家戶戶差唔多啥都有一本經營專屬嘅食譜嘅，長期累積下來也係好多。嗰就係反名。我叫減名啊？係減名。做你3年做一本。一本。哦，咁最多係有1本咯。啊！你幾條未啊？唔係。嚇，最多係1本。最多啊！sản vật à và nó皮膚啊，兩個盒啊，盒的呢一兩廠嘅盒係盒的呢，兩把雜個把都知道。係服裝嘅都雜貨店，都有下很維持的茶室嘅方式。順康係有一個西門兼做酒吧生意，人數唔拉時節，生意嘅上市係準酒保，做夜熬夜，係家係做嘅開門做生意，當啱則歇困。一年一隻，喂，到30歲啊，是不是有9個月？啊，佢就喊出來聽數，咁咪就年限些，咁咪達到1隻啊，等你啊，升起來，升高來，真就拿貨本做估就係。有早上到1天工作，可是做到下午到11點。
中國人啊，有嘛冇本錢，就第一啊，第二你就勞動力比佢哋勞動過多小時，佢哋8小時，我就16小時工作，佢哋用1塊錢，我就用5角錢，咪就按照一點一滴積起來嘅錢啊。總係比平日多做一些的，有時接新人國大環境的改變。大概從1970年代起時，法國本土大財團陸續創業遼寧灣市場，大型超市、本質貨店冇辦法生存。咁咪23棟收入啊就過少咯。多少啊？過少，就本地外國人判，佢哋判嘅市場數問題。外國人，用個，佢有一個大公司，佢有本錢，佢判那樣咪過多，判到一啲，判啲就是銷量就過銷不嚟。後來這邊到70年啦，到70年我就想到。嗰時候就超級市場就從中就來的了，我哋做小生意啊，我看樣式啊，小生意始終我不以嘅大生意淘汰派。轉型係發展，堅定是要思考嘅。不過危機也係轉機，呢度行業也是藉一大膽嘅選擇轉行，甚至係完全上手嘅生意。4點嘅我就留本富人家。生意很少，我已經太耐啊，很唔識，我就坐飛機去法國去看展覽，就看那個印刷廠印刷機，看了以後我就同佢當貨維護買機器，一開始我哋對印刷方面完全都外行啊。在杭州，就算外行也有成功嘅營業。在周輪10萬嘅酒店做，一爭有機會換當年嘅家庭印刷廠，變做亞客全印度洋最大印刷廠。開始做時很辛苦啊，開始啊，弄唔遇到個材料，因為自己唔懂嘅事啊，就學個，見學個，見做。行卡做唔到社會成功因素，係太大嘅整現狀，為了克服遼寧灣當貴嘅人工成本，來引進呢自動化概念。一般讀書，一般去亞教啊，學印刷。那時候就讀書，佢後頭出來啊，佢想做銀行嘅做，學到嘅印刷啊，佢就做牙師出嚟。Papa ne comprend pas comment fonctionne l'usine. C'est pour ça que les deux imprimeries sont à l'opposé de l'île. La publicité aujourd'hui environ 80%, pour les magazines environ 50% et pour le journal 50%. 這現狀無因為安陽做得蠻久，佢看準遼寧灣多樣嘅地形地貌和生態，會上來當地嘅觀光客，故所開始兼做旅行產業。同時，愛做再做無同樣嘅，佢成立了直升機公司，一般人客對遼寧灣一生人都記得。遼寧灣島嘅呢，別到南方呢火山呢，高度差唔多6600萬公尺，係個發火山。佢下下呢一噴發呢，就可能會2-3整日以上，其他整日安尼噴發。其中呢，每2年呢，聽講會噴發一次。故所來到遼寧灣島了呢，聽說會來一片看火山的景色。喺地面上看火山，창조點遠遠看佢嘅外形，一條平常有行嘅一人多嘅火山口水沖，行甲變作直升機旅行嘅終點。Les touristes, quand ils viennent à La Réunion, sans hélicoptère, ne voient pas la plus belle facette de l'île, c'est la montagne. Et la montagne n'est pas accessible facilement en voiture. Il faut marcher pendant longtemps pour voir la montagne. 有人轉型，有人轉行，也有人選擇繼續留喺百貨通路。已經有104年歷史嘅陳慶祥兄弟公司，從頭擺路順嘅4十貨店、加油站商店，
都一下撒喺要時間潮濕。爸爸也是在Saint-Pierre，这里有我的叔叔，还有我的表哥，在Saint-Pierre也有。有一个在东崩，一个在Saint-Pierre，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另一个小的。做一啲按佢哋嘅競爭度出頭天，除了因為加盟到法國本土太財團嘅同路客，對當地市場嘅熟悉，然後長期嘅經驗，係佢係最大嘅原因。但是我們有歷史，我覺得我們從1905年到溜泥旺，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溜泥旺的市場，不是嗎？所以我覺得是我們的競爭怎麼說力量。啲溜泥旺呢，有10個人嘅像一般小票一樣嘅超級市場，因為溜泥旺人呢非常嘅好食，有糖嘅汽水，故所以呢，唔啲超級市場裏度可能都非常多嘅飲料，其中有一種飲料呢。很多 COT， 其實呢係一個行業嘅名嘅，按呢排嘅。同水廠啊，嗰陣是亞巴嘅名啊，陳玉珍，或者話少啲啊，亞巴就陳安祥。70萬人口嘅溜泥旺，平均一年10萬個嘅用水。COT 唔見國際大廠牌，像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一條。當然係生產4萬人個供應全島，因為 COT 對溜泥旺嚟講，就係用水嘅代名詞。年就1950年嘅啊，伊嚟福州方人啊，先用就韓式就糖水骨啊，健態，雖然呢有一樣啊，有嘅名，糖水以福州方就骨啊。周建人哋出行業嘅出嚟，啊，出件事陣時，千兩元話糖水出骨出口哩。講到涼水，會想到 COT， 一樣講到法國麵包，就做唔得唔講到楊氏麵包。一個品牌啲溜泥旺也係大家都知，最大嘅法國麵包吃粗爽。因為嚟法國地方啊，你冇是一道麵包，主法國人的主要嘅。糧食就麵包啊，咪就按你去麵度嚟做麵包。法國嘅工資十分高，你冇就愛刺痛，愛生工人，咪冇辦法就愛搞到錢刺痛刺痛。因為溜泥旺人超過4股3股食麵包，一日平均做得15萬條麵包。看準一樣嘅商機，讓獲替他們用機械自動化挑戰手工麵包，也成功嘅佔領7省嘅市場。24點鐘無停嘅麵包廠，這裡講只要一停工，溜泥旺就冇麵包做得食。我王知識就有限，唔能做按人，而今以後出將軍現在就跟就做錢多先嚟路去。買出錢多就不過超市嗰度乜嘅啊添油乜嘅啊添油差嘛，汽油石油差嘛，4點頭啊嗌嚟都買。無論係涼水飲料廠、大型超市、食品製造所，也係全塔，因為發現早期啲全島內都以為雜貨店，結合咗當發嘅商業苗，故所啲溜泥旺經濟正好嘅時節。發現咗行頭前，因為一樣建立起溜泥旺行業嘅商業王國。不過，就算溜泥旺嘅行業，但是啲商業行有一好嘅成績。不過，呢度後生畢業，三毛天抄一隻阿爸數嘅。也係加入商場嘅競爭。做乜唔想做生意呢？太必不要啦！有人講咯，做嘢隻場又做上做事，冇休息啦，做政府嗰個人。Beaucoup de Chinois ne veulent pas suivre ce que fait papa. Beaucoup veulent faire par exemple notaire, avocat, médecin, cardiologue. Il y a des différents cas de figure. Il y a des enfants qui veulent suivre papa et il y a des enfants qui veulent faire... Mon frère, par exemple, est expert comptable, Alain.
ils voulaient faire un autre métier. 除了想法無統一，遼寧灣島發展輸合還係主要原因。遼寧灣除了甘蔗以外，冇睇到其他產品做啲外銷來賺外費，生發嘅相關物資都係進口。遼寧灣嘅產業也差唔多20%法國政府，物價實比法國本土還較高，故所以到家長都鼓勵子女留喺法國。現在他們就嘅完全鼓勵就真是嘅讀高等學校啊，也有讀上學嘅，好像係呢好多嘅出嚟準啊，有幾多位都讀上課高等學校嘅。佢讀到畢業以後，佢都發掘做事，將來嘅也冇多麼嘅前途，因為地方小啊。發展的程度有限啫。睇睇中國市場嘅發展，一條上到係東方樣嘅法國人，一邊做法國財團派到中國嘅最後人選。故所以到行業無論啲遼寧灣、法國本土，甚至啲中國都有呢度嘅房地產。像法國、歐洲，而家到中國去，好多是中國偷到嘅有文明啊，佢法國集團。佢僱傭佢去中國嘅，大家都要，法國要，要到就中國要，每人要，嘅啊。幾年嚟，幾十年第一，幾十年第一，幾十年係呀，幾十年初呀，幾十年初呀，幾十年初呀。第4季前，行業本時代嘅浪潮打到一個印度洋行嘅從此之島，本地無上愛帶動橋，幾樣是實無離開嘅。一刻遼寧灣客家子弟，有啲係將歸語轉故鄉，有啲係到其他國家去打拼。現在遼寧灣係源頭，唔係終點站。